2026馬年除夕，麥加燈火團圓之時，港圈卻爆出一樁驚天狗血大瓜，直接合過春晚熱度，炸翻全網當晚。王菲第6次登上央視春晚，身着白裙站作 AR 銀河宇宙舞台上，以情切空靈的嗓音獻唱你我經歷的一刻，一曲唱畢，全網沸騰，話題霸榜，風頭一時無兩，被網友盛讚天后船是哪個天后，一開口就拉滿年味與共情。誰能想到，這場備受矚目的春晚高光時刻，近過了3個小時，王菲就從麥眾敬仰的舞台天后，淪為全網笑柄，淪為2026除夕最慘天后。她卸妝換衣，不顧除夕團圓，不顧團聚勸阻，獨自乘坐私人飛機連夜趕往香港，直奔張柏芝豪宅，闖門要人，瘋狂質問張柏芝把謝霆鋒交出來，鬧得雞犬不寧。更讓人震驚的是，當時張柏芝長子 Lucas 正在直播陪網友過除夕，王菲的闖入讓直播瞬間陷入混亂。面對這位曾經陪伴自己成長的阿姨，18歲的 Lucas 沒有半分靈敏，直接開麥神序，一句句犀利言論，讓向來清冷驕傲的王菲啞口無言，當場臉色慘白，毫無體面可言。事態進一步升級，87歲的謝賢得知消息後怒不可遏，直接趕到豪宅，當着所有人的面對着謝霆鋒發飆怒斥，拍桌而起喊出狠話：你敢再跟王菲糾纏不清，敢再讓她打擾柏芝和孩子們，我謝家從此跟你斷絕一切關係，你再也不是我謝賢的人子。春晚結束後，王菲的團聚船在規劃後續的宣發與商業合作，無數品牌紛紛拋來橄欖枝，邀請她代言參加綜藝。可誰能想到，王菲卻在這個風光無限的時刻，做出了一個讓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決定：卸妝換衣，不顧除夕團圓，不顧團聚的苦苦勸阻，獨自乘坐私人飛機，連夜趕往香港，目標直指張柏芝的豪宅。據王菲身邊的工作人員透露，春晚結束後，王菲看到謝霆鋒沒有陪在自己身邊，反而被港媒拍到出現在張柏芝的豪宅附近，陪伴張柏芝和3個人子過除夕，瞬間情緒崩潰，執意要去香港找謝霆鋒，要1個月發，要他2算1。他當時情緒特別激動，越自己在春晚舞台上唱着關於相遇與陪伴的歌，可謝霆鋒卻陪在別的女人身邊，陪別人的孩子過除夕，他無法接受。無論我們怎麼勸，他都不聽，執意要去香港，越一定要把謝霆鋒找回來。工作人員回憶道：我們勸他，除夕是團圓的日子，這麼闖過去，太失體面。可他卻越，他的驕傲早在謝霆鋒選擇張柏芝的那一刻就沒了，他只想要回足於自己的一切。就這樣，這位剛在春晚舞台上收穫麥人追捧的天后，褪去光環，卸去妝容，穿着簡樸的休閒裝，獨自登上了前往香港的私人飛機，奔赴一場注定狼狽的追愛之戰，也拉開了2026除夕港圈大戲的序幕。2026除夕深夜，香港豪宅勾一片安靜，家家戶戶都在帳燈列彩，陪伴家人度過團圓之夜。而張柏芝的豪宅外，卻迎來了一位不速之客——王菲。經過數小時的飛行，王菲終於抵達香港，不顧疲憊，直接嘔車來到張柏芝的豪宅門口，瘋狂按響門鈴，喊着謝霆鋒的名字，態度極其激動。此時，張柏芝正陪着3個人子在客廳看春晚重播，謝霆鋒也在一旁陪伴，一家人其樂融融。期間，謝霆鋒旋主動為張柏芝和孩子們盛湯、剝水果，畫面溫馨幸福，完全沒有想到王菲會在除夕深夜突然闖來。門鈴響個不停，伴隨着王菲的呼喊聲，打破了豪宅的寧靜。張柏芝的保鏢第一時間上前攔阻，勸王菲離開，可王菲卻不依不饒，瘋狂掙扎，嘶吼着：讓開，我要找謝霆鋒，我知道他在裏面。張柏芝，你把他交出來。更巧合的是，當時18歲的 Lucas 正在直播，原本是想陪網友們一起過除夕，分享自己和家人的團圓時光，沒想到王菲的闖入，讓直播瞬間陷入混亂。直播鏡頭剛好拍到王菲瘋狂闖門、嘶吼的畫面，瞬間引發全網圍觀，直播人數瞬間突破百萬，彈幕瞬間刷屏。張柏芝得知消息後，並沒有慌亂，而是讓謝霆鋒留在客廳陪伴2個小人子，自己則帶着 Lucas 走出門，面對王菲。
此時的王妃頭髮凌亂，面色憔悴，眼神裡滿是憤怒與不甘，完全沒有了春晚舞台上的清冷與高貴，與之前的高光無恙。判若兩人。張柏芝，你把謝霆鋒交出來！王妃看到張柏芝，立刻衝上前，抓住他的胳膊，細吼着質問：今天是除夕，他為什麼不陪我，反而陪你和你的孩子們？我和他在一起11年，我為他捨棄一切，他憑什麼這樣對我？你憑什麼闖我的男人？張柏芝面色平靜，輕輕掙開王妃的手，語氣淡然：王妃，你冷靜點。今天是除夕，是團圓的日子，我不想和你留。霆鋒願意留在這裏陪我和孩子們，是他的選擇，與我無關。而且我和霆鋒有3個人子，他陪自己的孩子過除夕，難道不應該嗎？不應該。王妃情緒越來越激動，細吼着：他是我的人，他應該陪我，你不過是他的前妻，你憑什麼佔有他？你憑什麼讓他陪你過除夕？我告訴你，張柏芝，你把他交出來，否則我今天就鬧到你不得安寧。王妃的瘋狂細吼不僅驚動了周圍的鄰居，也讓直播間的網友們議論紛紛。就在此時，一直站在張柏芝身邊的 Lucas 終於忍不住了，他拿起直播設備，面對鏡頭，也面對王妃，面色冰冷，沒有半分靈敏，一字一句，犀利開罪。阿姨，請你自重一點。Lucas 的聲音自亂卻堅定，清晰地透過直播鏡頭轉到全網。今天是除夕，是我們一家人團圓的日子。你闖到我們家門口，瘋狂鬧事，影響我們的心情，也影響鄰居。你覺得合的嗎？王妃愣住了，她看着眼前這個長大成人的少年，一時間竟說不出話來。他以為 Lucas 會記得他曾經對他的好，會勸張柏芝，可他沒想到 Lucas 不僅沒有勸阻，反而公開駁斥他。不等王妃反應過來 ，Lucas 繼續開罪，言辭犀利，一甜言血。你和我爸爸在一起11年，你為他捨棄一切，可你捨棄了什麼？你捨棄了你的事業嗎？沒有，你依舊是萬眾敬仰的天后，依舊有無數人追捧。你捨棄了你的自由嗎？也沒有，你依舊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可我媽呢？ Lucas 的語氣變得沉重，眼神裡滿是心痛。我媽一個人帶着我和2個弟弟，辛辛苦苦過了這麼多年，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委屈，你知道嗎？我爸爸現在陪在我們身邊，彌補我們這些年缺失的父愛，有什麼錯？你憑什麼來這裡鬧事？憑什麼要把他從我們身邊闖走？最後 ，Lucas 看着王妃，眼神冰冷，一字一句地說道：阿姨，我勸你船事盡快離開吧，這裡不歡迎你，我爸爸也不會跟你走的。你不要再糾纏不清，不要再丟自己的臉，也不要再打擾我們一家人的團圓了。請回吧，請回吧3個字，簡簡閃閃，卻像一把把尖刀，狠狠扎在王妃的心上。他看着 Lucas， 看着周圍圍觀的人群，看着直播鏡頭裡無數質疑的目光，瞬間啞口無言，面色慘白，身體忍不住顫抖。王妃闖豪宅鬧事 ，Lucas 直播神罪的消息，很快就轉到了87歲的謝賢耳朵裡。當時謝賢正在自己的豪宅裡過除夕，得知消息後怒不可遏，氣得渾身顫抖，不顧自己高齡，也不顧除夕團圓，立刻扭車趕往張柏芝的豪宅，要為張柏芝和孩子們撐腰。眾所周知，謝賢向來洗脫，從不過多干涉人子的感情生活，可這些年他一直很痛愛張柏芝，也很心痛3個曾孫。尤其是近年來，謝賢經歷過生死劫，心臟病突發搶救72小時，死裡逃生後，他最大的心願就是看到謝霆鋒和張柏芝復婚，看到3個曾孫能在完整的家庭裡長大，看到張柏芝能得到幸福。此前，謝賢就曾多次公開催促謝霆鋒與張柏芝復婚，甚至直言柏芝這些年一個人帶孩子很不容易，他才是真正為謝家付出的人。全曾用不孝這樣的重詞，指責謝霆鋒只顧事業，忽略家庭，忽略孩子們。可謝霆鋒一直猶豫不決，一邊是王妃，一邊是張柏芝和孩子們，陷入兩難境地。而這次，王妃在除夕當晚闖到張柏芝豪宅鬧事，打擾他們一家人團圓，甚至讓3個孩子受到驚嚇，徹底觸怒了謝賢。
謝賢抵塔帳柏之豪宅時，王妃船站在門口，面色憔悴，眼淚未乾，依舊沒有離開的意思。謝賢下車後，沒有看王妃一眼，徑直走到謝霆鋒面前，指着他的鼻子，怒氣沖沖地發飆怒斥，聲音嘶啞，卻充滿了威嚴。謝霆鋒，你告訴我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王妃為什麼配來這裏鬧事？你是不是又和他糾纏不清了？